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10月初6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先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北市有2间国校啊，因为家长 PCR 验出阳性，学校赶紧消毒，囡仔一班嘛先停课。过来疫情等候，已经连续1礼拜无本土病例，所以打算要开放高铁的自由座，啊若代替对号列车同款无要卖机票。 中国军机直透飞来台湾扰乱，美国总统拜登讲，伊有甲习近平约束过，讲会共同遵守台湾协议。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好消息，这是今仔日同款无本土病例，咱国内已经连续1礼拜拢无本土病例，也过今仔日有新增加5个大病入境的案例，其中有一个是国内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伊已经做过2档莫德纳预防射。 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第11期注预防射的预约是按算要做 BNT 的头1档，甲 AZ 的第2档。所以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下晡上盖新的说明。今天零本土病例，但有5个境外移入的个案，那也没有死亡的个案哦。有国航的机组员，那他事实上就是我们之中的境外移入的一个个案。他今年的8月初已经接种完第2剂的莫德纳疫苗啊。根据他最近的几次的采检记录，6、7、8、9月，就多次的采检 PCR 的记录都是阴性哈。在10月份的10月1号，他有 PCR 采检也是阴性哈。那到10月5号的 PCR 才变阳性，那 CD 值是33。针对第11期的 BNT 的一个第1剂，还有 AD 的第2剂，我们会采所谓的预约分流的部分哦。BNT 的第1剂的部分是在10月11号上午10点。 到13号中午12点啊，先行预约。那 AD 的第2剂是从12号上午10点到13号中午12点啊开始预约。那另外施打的时程还是从15号到21号。那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嘛宣布讲，要伫今年4月25至7月初3，有去关会的民众内底经出5000件去验血清抗体，看阳性的比率有偌悬，要来了解咱社区内疫情。也毋过这是随引起质疑。 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若是无愿意，嘛使先打电话去拒绝。国内疫苗已经规范开始咧做，为着要了解民众新冠病毒抗体阳性的情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已经随机抽查，从4月25到7月初3，各关火中心5000件血清样本。还佫表示讲，关火人若是无想要参与，会当打电话到1922要求退出。 消息一日出来，引起各界谣疑，批评讲这款做法是无讲无打，就要甲人安怎？4到7月的捐血民众并不知道自己的热血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会被用作这项试验。那我们认为，其实指挥中心有必要去强化这一块。如果说今天这5000个全部都集中在东部或南部或中部的话，所产生的一些样本代表性可能就会有所偏差，因为这是一个 比较全国的人口可能被感染的比例是相对较低的一个评估。有部分医界专家怀疑这份血清样本的代表性，医界会嘛表示讲，这款做法无妥当。不二个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讲，血清抽查样本的实验真点点，无想要参加的民众会当家己自由退出。捐血的时候，你签的同意书其实会告诉你这些事情。那你会你可以选择说我的血都不可以给别人用了。 或者我的血如果有剩下来，你要去用也可以也可以说限制说你只能用在哪些用途。感染科医师黄立明认为讲，便若是有摕到血库监理组织的同意，无违反同意书的内容，安尼就会当来做血清样本的抽查。嘛有专家认为讲，这项计划主旨是要来预防检验结果对关会人的生活无影响。假使讲若是随个来甲问，安尼真了时间，直接甲民众讲有这款计划，嘛会当来有退出的权利，已经是咱国内这款研究的头一个案例。记者综合报道。 咱过来疫情等候防疫措施嘛，豆豆放冷。台大公卫学院即马是认为讲，后一个阶段，咱台湾应该学国外，甲病毒和平相处。关系病毒就伫咱的生活内底。另外，辉瑞 BNT 预防射进会即马个传来好消息，这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伊伫面册宣布讲，按算伫明仔后日，共有160万吨至180万吨会送到位。
国内疫情转好，全国维持2级警戒，暗过各项措施慢慢放零。台大公卫学院陈秀熙团队指出，国内疫苗注射率一直提悬，为药物公卫措施 NPI 也慢慢放零。暗过针对世界各国对疫苗检测甲 NPI 3大面向的防疫策略分析，国内疫情目前受到控制，应该照国际经验，达到甲病毒共存的目标。个案数的成长来考虑 NPI 措施的松紧程度，那让这个全世界的国家能够慢慢与病毒共存，在个案多的、个案少的，以及疫情有控制、没有控制的国家里面，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差别。陈秀熙分析，伫疫苗注射率愈悬的国家，应忍受确诊数就愈悬。另外，疫情是毋是应受到控制，都要看各国 NPI 措施甲突破性感染有偌济来决定。疫苗施打力越高的国家，它所能够忍受的程度的个案数，你可以看到沿迁都越大。下面疫苗施打力越低的国家，它可以忍受的这样的一个确诊个案数的千数的大小，当然就变小。至于它在每一周能不能受到控制，那就要完全看 NPI 措施以及疫苗突破。陈秀熙表示，台湾为今年6月到10月疫苗注射率提悬，维持相当检测措施，而且 NPI 限制慢慢放零。目前是各国个案数较少、疫情控制效益上好的国家。第3批客制化标签差不多20多万剂辉瑞 BNT 疫苗，早日已经到台湾。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初人透过面册宣布，这礼拜购量是提前，按算初7、初8各购1批，总共的数量应伫160万剂到180万剂之间。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咱国内已经连续1礼拜拢无本土病例，疫情看起来已经转好。严格昨昏是传出台北市有2间国校因为家长的 PCR 验出阳性，所以学校赶紧先做消毒。若囡仔读的迄班是先有风险停课停1天，但囡仔检验的结果出来，才搁做后一步的拍算。教室的火光影影，学生当咧上课。台北市有传出讲，一个家长 PCR 采检是阳性的，紧急来通报相关单位。囡仔读的大安区甲文山区这2间国小，校方嘛有接到通知讲，初5的暗时也个爱来随做校园的大消毒，并且伫个初6的早起召开防疫会议，宣布这2个班级拢爱做预防性甲停课1天。昨天晚上我们大概8点50分就收到了这个通报嘛，学校就立刻就是启动危机处理。我们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那个环保局就进来学校进行消毒，在6点50左右就都全部消毒完毕这样子。根据校方了解，家长是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因转来了后照规定居家检疫，事当时入境采检是阴性的，甲2个囡仔有接触。结果伫个10月初5采检变做阳性的，因为这个囡仔伫个初4甲初5拢有去学校上课，所以校方嘛对这个相关有接触到的老师甲学生来做查册，甲送交卫生单位。目前采检的结果是还未出来。学校这边就是把这个学生接触的师生的名单把它做造册，然后提供文山提供健康服务中心这边去做采检。中央流行疫情的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讲，这个个案目前暂时甲列做是境外移入，2间学校嘛拢强调讲，除了有透过紫外线的消毒，嘛有请厂商来学校甲学校内底7套面，也是讲公共区域甲教室拢甲做大消毒。目前就等待这个有接触的学生，因的采检结果若是出来，就会来确认后一步校园的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稳定，教育部嘛调整高中以下校园的防疫指引，食物件唔免搁采假帮，若教室上济是限制共款80个人。毋过，若是会使扭开社交距离，安尼就无限制人数。另外，伫上表演艺术课的时，若是爱分乐器，嘛会使甲喙烟摕落来，毋过一本煞就爱随挂起哩。你的使用隔板之后就收在自己的柜子，那这样子明天。学生习惯食饭前后的假帮消毒，这是疫情期间一定爱做的防疫工作。1、2年级的时候都会跟同学聊天，我就把头夹在隔板，结果水果就掉到地上，我就觉得就不想再戴隔板了。我觉得戴口罩不会辛苦啊，习惯了，就像一个盾牌一样。
食饭免甲朋友开讲，对一寡学生来讲有点仔无方便。啊，毋过有人已经惯势，就连喙暗拢当作是生活必备，就连体育课挂喙暗也共款。啊，毋过未少同学反映，则是有点辛苦。跑步的时候，如果流汗湿湿的，呼吸会很困难。跑步很喘，还要戴着口罩，只好继续戴着。不行，只能练指法，不可以吹笛子。另外，音乐课唱歌爱挂喙暗，想要分片啊，也敢来用隔空练指法。啊，毋过因应疫情转好，教育部调整高中以下学校的防疫指引，表演技术课程应将喙暗摕落来分乐器。啊，毋过示范甲分了后，也是要将喙暗挂转去，而且食饭也免用隔板，或者是维持1.5公尺的距离。小学就有1500人，那幼儿园有180人，市政府这部分还没有正式发布给学校，所以学校仍然会按照之前台北市的规范，使用隔板。我想目前使用隔板也是家长比较安心的。催做的事还是暂时不去施作，但是其他的还是戴口罩正常上课。宣教部放年规范，啊，毋过以台北市中山国小来看，因为市府公文也无予学校，所以目前依照原来规定咧做。食饭用隔板，音乐课先卖分，学校也强调，伫政府发公文了后，也是进行校内检讨，伫兼顾防疫的同时，也确保学生受教权益。记者综合报道。那对昨开始 ，KTV 甲一寡娱乐场所会使开始做生意，严格8大行业也袂使。所以伫台中就有真有名的酒店，专工去申请改做自助式的 KTV。一开始伊是申请有人陪唱，并无通过，尾也改做无人陪唱。台中市政府即马已经核准，打算明仔载要开门做生意。民众伫包厢内底唱歌唱甲真欢喜。中央宣布，初5开始带条件开放部分休闲娱乐场所。台中即间核准通过 KTV 开课营业，业者嘛总算通喘气。我们在整个防疫的措施以及人员上的训练，我们也都准备好了。我希望各位长官们，对不对？可以开放一点，让我们疏解压力。虽然会当入去包厢唱歌，不过也是要遵守防疫规定，除了啉水以外，无开放食食。啊，那即间伫台湾大道真出名的酒店，也要转型做自助式 KTV， 不过申请复业的过程煞有困难。这栋楼里头呢是有6家营业登记的，其中有4家是有陪侍的，所以不在中央的这波开放范围里头。另外有2家是没有陪侍的，所以其中有1家已经来提出了这个副业的申请，那也已经获得了许可。台中市府表示，这间酒店每一层楼拢是分开做营业登记，有员工陪酒的楼层是无通过申请的，业者嘛赶紧补申请3楼无陪酒服务的项目，所以敢若核准自助式 KTV 的申请。市府嘛要加强稽查其他的楼层，避免业者偷偷营业。啊，那到初5为止，总共有27间业者提出复业申请，其中有20间符合相关的规定通过申请，其他7间还搁在审查当中。不过，某8大行业业者无要紧申请。像我们这样子开跟进的话，不能饮酒，全程戴口罩，不得有女陪侍，我们干嘛开？就跟着中央的指示，我们就等，已经都等5个月了，我们没有差。其他业者表示，虽然嘛会做好防疫规定，也会照规定来做疫苗，不过目前复业条件规定袂当有员工陪酒，假使复业袂当维持员工的生计，那安尼就会等到疫情缓和，中央扩大开放范围，才来考虑敢要开课营业。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疫情转好，疫情指挥中心即马嘛正式讲，打算要开放高铁的自由座。啊，那台铁的部分对号列车同款无买卖客票。台铁是表示讲，这是兼顾疫情甲安全。啊，那当时要开放，目前也无时间表。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早起到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运安会表示，成立2年多以来，铁路部分有接到1035件通报，18件是重大事故。其中包括今年4月台铁铁路过河事故，预计伫明年4月底有完整的调查报告出来。运安会已经伫咧今年8月所发布的铁路过事实资料报告内面讲，铁路过历任者49人内面有30几是客票。未来东部干线是不是搁再卖客票？台铁讲会研究。目前我们的运能不太够。就僧多粥少。那我们处理这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新车都加大编组，然后我们未来的我们的开行的列次也可以有一个提升。那在这个之前，是不是东部干线还要再恢复卖站票？这个我们有在研议。
第二讲，伫咧过去未骑票是因为运能无够，目前考虑到疫情对号列车也未开放骑票，而且台湾高铁的部分指挥中心也讲，初步是同意高铁会当恢复为自由座。高铁上就是原则上没有站票，那自由座可以来实施，那相关的管理，那就请高铁要严格的来做。自今年本土疫情发生以来，高铁已经取消4个月嘅自由座的服务。高铁目前一天是平均运量虽然到5成尔，不过尖峰时段相关的载客率拢到9成。若是无卖自由座，真侪上下班的人无法度上车。因此，进前已经提报开放自由座的完整防疫计划。实施的日期就等指挥中心决定了公布。记者综合报道。要关心厝财经靠厝税的过日的规划人要注意。财政部即马是宣布讲，拍算要锁定手头有10间厝以上的厝头家进行逃走税的专案稽查。即马嘛已经考出1734个人下清查的资格。专家是认为讲这是好的开始，甚至阁建议讲手头有3、4间厝以上的厝头家拢爱去查。厝租人趁租金，验过部正式宣布锁定的厝头家要注意咯。财政部自即马开始到明年3月，会锁定有10户以上非自用主体1734户厝主，开始逃走税专案的查核。若是被调查前自动补纳是违法，不过若是被查到唔那是补税金，相关也会被罚收留税额3倍。如果是逃漏税的话，那基本上我们会按照税法的规定处相关的罚款。或者肯定政府打击囤房是好的开始，不过这个罚应该申报额3倍，对囤房大户应该是无要无紧。再加上细厝乌市的问题真严重，而且有9成的租厝市场无报税，所以建议未来会当扩大逃走税清查的对象。资讯的不透明等等，这些都应该先也同时要被处理。那当然，财政部从10户开始，当然是一个开始。但我希望渐进的从10户降到5户或者3到3户。此外，少年人要买厝真困难，财政部有什么作为呢？这一个情况大概是成本面因素比较多，还有刚性需求。那我们在上个会期通过的房地合一税，基本上是针对那些投机金的短期的投机金需求，来做一个可以更高的税率。但是财政部长苏建英也讲，有一寡建商伫咧炒房，以为是厝税遮尔悬的重要原因。行政期房市建设小组会密切注意市场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长林志坚是提出大新竹合并的议题。内政部长徐国勇会在伫立法院时表示讲，敢要降低直辖市人口的标准，会听各界意见。那调野立委即马是要求讲，若是要修法，无应该针对特定的县市，若要就要全面做检讨。新的县市刚应该合并新界议题嘛，互各界开始关心行政区的问题。立法院内政委员会6号举行专案报告，时代力量立委区选提问内政部长徐国勇对着地方制度法第4条，刚应该来修法，甲直辖市人口上少的数目是为120个万人降到100万人的看法。徐国勇是强调，在听各界声音。125万到100万，没有，简单是说应该不应该一人一县一市去修法？我不做前提的一个设定嘛，因为你这个前提设定，那就是要我跳进去这个去反对谁。没有啦，法律是针对。民进党立委陈明文嘛质疑，这降到100万的原因是啥物？为什么不是50万人？伊认为修法袂当干那为着一个县市。新竹县是可以的话，彰化一定是讲你会使，我现在袂使。修改哈。安尼过的时阵，县辖数比非县辖数的县市还要多，那会是一个什么一个状况？不能够为单一县市而来讨论。我都主张这样。是啊，我都爱大县。是啊，那我家己管。阮都爱变细汉的啦。陈明文表示，也是安尼修法，讲较发生到直辖市的数目是比毋是直辖市的寡济状况。另外，两个县市伫隔壁，以先说因为这直辖市还是毋是直辖市来无同，嘛是大家应该来探讨的问题。政府应该整体来做考量。记者张志雄、陈信良台北报道。社会上不时拢会传出精神无稳定的人讲伤害代志。立法院按算伫明仔载要排案审查监护处分修正草案，也有紧急监护制度。经过治疗无较好，就使直头延长监护期。不过民间团体烦恼安尼，政府的权力伤大，认为嘛有违反宪法的纪律，认为应该无应该老草就立法。
完善修法，避免违宪。大声喊口号表达抗议，民间疏解会这团体紧急来召开记者会。就是因为立法院要伫初七排审监护处分修正草案甲紧急监护制度，因为草案删除上悬的这个上限无设进步。民团嘛点出讲，重新加减会邀议，呼吁讲唔通安尼落草。搁较邀议讲，这个修法是臭火打要来补无锡。目前看起来，我们没有投入新的资源，我们只想要把人关起来，做一个民粹式的回应，告诉民众说。哦，我们有做事。监护处分不一定是要把人关起来，我们可以让他在社区里，我们可以让他在家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原因是我们目前的精神障碍者在社区里就是长期处于资源匮乏的情况。因为进前屏东有一个思觉失调的患者，伊攻击女超商店员，引起外界正担心这款精神病患的触发问题。不过民团认为讲。目前精神医学的量能无够，社区资源体系嘛是无够健全，这配套措施若是无完善，若是这么紧就来立法，安尼实在是无法度来解决实际的问题。另外，紧急监护制度嘛引起争议。我们其实是会要求说，假设你今天要做紧急的监护处分，你必须要去限定，例如说，以我们民间版里面，甚至就期待说是5年以上的重罪者才有这样子的一个环节。紧急监护和检察官。甲法官伫个侦办甲审判的程序内底，会当用司法手段来强制被告入院治疗。不过，民团表示讲，这恐惊已经违反宪法的无罪推定原则。也若过度听法性的修法，敢若会当互这个治疗变做一个口号，会颠倒互精神病患因歹名声尔。记者综合报道。澳洲的前总理艾伯特伫昨下晡来咱台湾访问，而且伊要参加伫10月7日要参加玉山论坛。另外，法国的参议院有大小组的主席理查，今日透早嘛到台湾，伊是带下党派的参议员做伙来咱台湾访问。前澳洲总理艾伯特初5下晡到台湾，2013年到2015年做澳洲总理艾伯特，捌批评中国两部要做霸凌澳洲甲其他国家的战略武器。这几年来，伊也真侪摆为台湾发声，公开对台澳签订经济合作协定、甲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拢表达支持。这摆来台湾，除了甲总统蔡英文会面以外，也参加7月举办的玉山论坛。玉山论坛第一摆伫2017年举办，目标是建立亚太地区上台性区域对话平台，就跨国人才培育、跨国人力资本交流、甲技术交流对话。今年玉山论坛会伫10月7日举行。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国的军机，年初到今已经飞超过600架，飞来咱的抗疫扰乱。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日伫立法院伊是坦白讲，即马是伊做兵做军人以来上艰难的时阵，所以政府便特别约束买飞弹系统是有必要的代志。台海的局势有偌紧张，国防部长邱国正初日伫咧立法院做2400亿特别预算报告时阵，讲即马是伊做军人以来上严重的时阵。形容即摆阶段就敢若是厝边头尾一个冤家互相弹装啊甲射飞镖。但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部长赞不赞同这样的一个标题？我只跟委员报告，是我从军以来40多年以来看到真的是最严峻的时候。中基伫咧最近扰乱台湾的次数增加，尤其是10月初中国国庆期间，中基进入咱防空识别区的架次较上多。今年总共有672台架次扰乱台湾，比去年的380台架次加真多。对此，邱国正回应讲，中基拢是一个海峡中线的旗，并无外界。因若书面报告讲到，中军伫咧2025年就全面反台的能力。邱国正是讲，中军伫咧即马就已经有能力反台。他目前有这能力的，都有的啊，但是要看怎么一个结局。所以我们不做任何挑衅哦。国防部规划2400亿特别预算，用5年的时间，要买高效能的舰艇，也个家己制造各式的飞弹，有到64%用伫咧反舰组织的需求，其中有800亿分做2阶段，量产向2飞弹、向3飞弹，搁加上向3飞弹的精艇型。对此，邱国正回应讲。
雄风飞弹唔但是当随生产，也当发挥战力。部长，你是不是认为采取飞弹防御的策略是效果最大、成本最低吗？是个好的一种武器啊。我就跟好像讲说，跟委员讲，假如两人打架的话，假如说有个长枪，又有短剑，那不更好吗？邱国正强调，强军伫咧海上无法度发挥战力，国军使用反舰飞弹就能达到效果。因为咱家己制作的巡防飞弹研发的进度，一个射程深受到1200公里，正受注意。邱国正是无正面回应，讲正伫咧研发。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军机伫透飞来咱台湾扰乱，愈来愈接，愈来愈济变。美国总统拜登今仔日有做出回应，伊讲有甲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讲过台湾，两个人是拢同意要遵守台湾协议。那咱总统府第一时间就随甲美国较近，美国政府讲，因对台湾的政策并无改变。中机10月份一直交代，时间将近150只的军机创下纪录。美国总统拜登初5被问到对中机倡导的行为的看法的时阵，第一摆回应有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讲到台湾，两人同意遵守台湾协议。I've spoken with Xi about Taiwan. We agree we will abide by the Taiwan agreement. That's where we are, and we made it clear that I don't think he should be doing anything other than abiding by the agreement. 什么是台湾协议？拜登无解释。其实早伫3月份，拜登讲到中国人权问题时阵，也捌用到台湾协议这字句。路透社分析，拜登可能是指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加上台湾关系发展。前外交部长田庆仁认为，拜登的讲法较无清楚，唔免过度解读。讲完了又修改啊，或者又加注啊，或者另做解释啊，所以我们只能听下去做参考，不要过分的解读。总统府表示，第一时间甲美国确认，美国政府对台政策无变，美国会继续依照台湾关系法甲6项保证，维持对台湾的承诺。另外，北京也证实，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会伫瑞士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会面，就中美问题继续讨论，有希望参详线顶拜习会。不过，中国反对法国参议院优待小组主席绿茶伫7日早起访问台湾，期间下摆会蔡总统、行政长苏贞昌等真侪位高层官员，双方就疫情了后经济复苏、开核安全局势、台法继续交流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法国天主教会有公布一份报告，讲这70年来上保护216000囡仔，互新职警员性侵害。若是连教育嘛算在内，受害囡仔可能就有33万个。高中方志哥讲伊听落真艰苦，即马教会名声毋若臭气，嘛爱赔偿。萨维纳克听到1950年到2002年之间，互新职警员性侵的受害囡仔超过20万人，感觉非常着惊。伊也是受害者之一，受侵犯的时阵才13岁，性侵伊的人2年前已经被定罪。Aujourd'hui, quand on voit les chiffres, c'est tellement accablant que personne ne peut rester dans le déni. Alors, sur le plan de l'Église catholique et après pour la société tout entière. 负责调查法国天主教会性侵案件独立调查委员会经过2年半调查，初步公开报告，加拿顶这世纪后边50年都差不多3000个新职警员性侵未成年人，而且这是保守的估算。另外处理安尼见效代，教会态度一直拢是正两者。216 000 et 330 000 sont bien plus que préoccupants. Des années 2000, une indifférence profonde, une indifférence totale et même cruelle à l'égard des victimes. Un ensemble de négligence, de défaillance, le silence, une couverture institutionnelle qui ont présenté un caractère. You have still decided to give money to the people victims. On travaillait pour voir ce que nous pouvons faire parce que nous ne nous attendions pas à une masse pareille, à un tel nombre de gens. 将近2500页报告当中，发现大部分受害者来自社会无同款背景，而且是青春期进前的查甫囡仔。天主教会也是甲小甲朋友款之外，性侵发生率上悬的环境。教宗方
结果替受害者感觉真艰苦。今年6月，伊才讲天主教会性侵飞机是一场世界性灾难。虽然近来采取真侪手段要求教会对涉案的神职人员采取行动，不过批评者认为伊做的也无够好。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今年诺贝尔物理奖是颁予有温室效应几乎名号的日裔美国籍的气象专家真锅鼠郎，也有德国的科学家哈斯曼。那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帕里斯因为有协助建立模型提出警告，所以嘛有贡献，三个人同齐得奖。穿着碰色衫、甲写字、白头装的日本的美国籍的气象学家真锅鼠郎，听到家己摕到诺贝尔奖，规人是真唔敢相信。Total surprise. Total surprise? Yeah, I never expected.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I try to help understanding why climate has changed as it has been and how it is going to change in future. 2001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真罕的颁予气象学家真锅鼠郎，有温室效应之父名声的真锅，甲德国科学家哈斯曼，50多年前开始在咧研究气候暖化的题目，并且做出虚拟地球模型，有镜全球暖化。1967年，佮捌发表论文。讲只要地球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到2倍，地球的平均温度就会增加到2.3度。这嘛正做以后气象学家研究气候暖化的基础资料。而德国科学家哈斯曼是同时阵发展非线性的理论来解说气候变迁，嘛捌因为大家无爱听伊对气候变化的发现，这个地球无可能变甲遮尔温暖，而感觉失望。Ich habe versucht, auf das Süd aufzuwenden, aber man hört es, glaube ich. Man muss also ein bisschen Theater machen. Und wir sind nicht gewohnt, richtig Theater zu machen. Das ist unsere Schwierigkeit. Insofern. 这2个人是全球研究气候暖化的头一人。台湾目前有测气候变迁的台湾地球系统模式，就是用因的研究成果所发展的。另外一名物理奖得主是意大利物理学家帕里斯，伊是利用统计物理的复杂系统，协助建构模型来了解地球的气候暖化对人类产生真大威胁，嘛提出警告。伊嘛真欢喜得奖，认为这是对伊研究领域甲成果的肯定。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日本的餐饮业过去一冬外，因为疫情的关系，倒会倒收会收，若是无倒的，拢是硬经。加上日本政府即马禁止卖烧酒，所以生理是减8成。微店头家全要归去转型，禁止卖烧酒就改卖行嘛。亲像花砖素食同款，肉片直接送到位，或者是派出机器人协助送菜收盘。这是日本和平伊卡萨亚伫东京分店经过大改造，已经成做科技小肉店。今回そのコロナによって居酒屋のマーケットが私は思っているよりも一気に縮んだという状況はあります。ですからその中でですね、居酒屋のマーケットをじゃあ何が取って変わるのかといった時に、やはりこのコロナで見てますと。これ焼肉と寿司はですね、しっかりとした目的客を取ってるんですね。会改造小肉店原因就是过去年外疫情影响，都爱提早休困，也无法度提供酒类饮料，生意落个真厉害。和平的销售额达到8成，不过日本政府提供的纾困，无用公司的规模做调整，小公司摕到补贴可能伤过济，对连锁业者来讲阁无够，若无改变，恐惊无法度支持。もう我々外食ももう長い戦いになるわけですよ。そうすると長い戦いにおいては、例えばはい緊急事態宣言、はいいいですよ、7時ですよ、はい今度9時ですよ。さまざまなその時々におけるそのベストチョイスをしながら政策を打っていくべき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それに応じた、それこそ平等な、それこそ休業保障を出すようにしてもらいたいわけですよ。业者表示无反对防疫政策，正做好相关配套，甚至希望政府严强的强制执行，将互疫情早日断好。目前和平已经打算将下卡300间分店的4成改造科技小肉店，希望透过转型开展出另外一个新的市场。公视新闻徐婉玲报道。镜头到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台东地方法院伫昨暗发生一个家暴案的嫌犯，在等开庭的时，情绪失控，破坏便所的天棚，替顶讲伤害家己。加在随后警方压制，送病院了后无性命的危险。7号暗时，台东地方法院出现大批警力冲向候选室，查出一个涉嫌家暴，单期压裁定的查甫人送去救护车。
台东地方法院表示，这查甫人涉嫌对太太家暴造成太太昏迷。初公暗时由地检署移送到法院申请羁押，不过咧等法院开庭审理的时阵，嫌犯家是要去便所，煞爬起哩马桶破坏天棚的一公顶，想要用破气的电管自我伤害。2名法警出面阻止，法院也请警方职员快打部队，警方趁伊无注意，向伊喷咸椒水，才顺利将伊压制。厕所有一个隔离，就是上厕所，让他不会被法警看到。他就趁机爬上去，那去把灯管的灯罩破坏。台东地方法院表示，嫌犯送医了后只有小可受伤，治疗了后送等于法院开庭，最后裁定羁押。根据了解，这嫌犯测试还佫要开车载太太到东海华公路弄线壁，目前也到庭送法院审理。台东地方法院为避免佫发生同款的情形，已经改善候审室的照明设备。记者综合报道。便若秋冬空气品质就不好，加上若是小物件，真正是佫较害。云林县的环保局即马甲分科大合作，伫县的所在设监视器，嘛结合 AI 的人工智慧，发现有人伫小物件的时，就会主动通报。9月份启用，甲单已经掠到10件，这套系统真正真有路用。为监视器画面中看到一阵的白烟冒出来，透过关点的监视器翕起来，和 AI 人工的智慧结合通报，互环保局稽查人员会当赶到现场直接处理行为铃。安尼系统为9月份启动到现在，已经接到10件 AI 露天燃烧的通报。用 AI 稽查是这个它第一个时间点可以主动去帮我们主动稽查说，哪天有个烟冒起来了，它主动帮我们通报。发现那个露天燃烧的话，我们 AI 启动辨识器，用来通知我们这个巡查人员，我们第一个时间点就到达现场这样。环保局表示，使用 AI 机查会当掌握临近10公里内范围，因过去露天燃烧机查工回想，大部分以人力巡查方式执行，但真侪行为人会利用假日、半暝啊，也是下早的时间，等待人力较少的时段来乱烧。现在研发主动性的通报系统，专讲24点钟监控，有力查处。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露天一件是罚2160块。但是空瓶那个不良期间的话，一旦被我们查获的话，是个人行为，它是3960块钱，所以金额上还算对。如果是针对农户啊，算是蛮有一点负担感。环保局表示，目前当进入空瓶不良期间，环保局透过 AI 监控系统，会当间接时间多方位掌握监控区域每一件的露天燃烧。如果故意在暗时还是假日露天燃烧案件被查到，将以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加重处分。行为人会当采取12块至10万块以下罚款，若是违反的工厂，会当处10万块以上500万以下罚款。记者为您报道。来关心移民署甲警方掠到中人替非法的移工假造证件，上无有16个人受害，内底有头家人嘛有移工。中央公司负责前业务，结共有6个嫌犯同移送法办。兵分6路，移民署新北市专勤队甲警方侦破无照中介集团假造证件具体甲团团姓张的主嫌，中介公司姓张的负责人，行政甲业务等6名嫌疑人，查扣变做劳动部聘雇许可函、外求居留证、移民署办理居留延期收据等真侪项证物。就是把那个日期往后推，然后让雇主认为说那个东西是在效期以内的。这个案件起源是移工团体捌接到受害移工求助案件，也伫今年5月开记者会，指控不少中介无照营运，假造居留证，相关单位马上介入调查。根据了解，广达原本是合法立案的中介公司，去年11月获劳动部中资公司营业许可。无照中介公司隐瞒公司无照的事实，接受委托办理外籍移工聘雇事宜。以伪变造证件欺瞒雇主移工，至少16名雇主移工因误信继续缴交代办相关费用。移民署前日调查发现，广达中介公司不止隐瞒无照的事实，而且为促成雇主甲移工禁用电脑修改变做真侪项文书。真侪名雇主甲外籍移工都安尼受骗，专案以违反诈欺背信、伪造文书甲非法中介营利等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交通大队的分队长违法犯法，顶个月底，伫南马溪成违规下过上黄线
共超车。各项检举讲，大金我哪亲像挑故意咧共逼车。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这个警察真是违规，所以有开红单，嘛记一支新界。机车要转弯的时阵，看到有人要过车路，就停落来等，但后壁煞传来饲喇叭的声音。等转弯了无偌久，一台警车对后壁违规超车到伊的头前，害伊惊一条饲喇叭提醒，想要到警车煞打动，放慢速度挡伫伊的头前。事件发生伫9月底高雄南马溪，警察的行为互民众怀疑是挑工要逼车。后方的机车有暗鸣一声长喇叭，那我们同仁误认那个是不是有民众要请求协助，所以他就踩踏刹车降低速度。那最后因为后面的一个骑士没有相关的一些举动所以误认说应该是没有什么事情。引起议论的是交通大队一名分队长，警方调查认为分队长无雄雄动来，也是强迫人让路的行为，无算逼车，但超车的时阵已经违规下过双黄线，会依法开出上悬2400块的罚单，嘛会处新界一支。警察带头违规的行为，嘛，互民众感觉观感无好。观感不好啊，好像刷头权的感觉，这样子的话会影响到用路人的权益。举止上还是对于这样的逼车，这样子已经是一个不好的示范啊。作为执法人员，耍违规超车，甚至出现可能逼车的争议，做出上歹的示范，当事人感觉真后悔。交通大队嘛表示会加强员警的教育训练，避免同款的代志搁发生。记者陈焕武、明昭县高雄报道。台南市家庭暴力甲性侵犯防治中心的社工，即马是向亚讲，上班时间唔上班，伫六月群组搭招团买东买西买物件的资讯。经过调查，伊确实伫上班时间做甲工课无关系的代志，即马爱户口年度的考绩分数0.5分。台南市府家防中心的员工上班时间是真无闲，不过最近煞互人夜看讲，有一位社工督导利用公务时间，伫咱的群组转发卖物件的资讯，有人直向民代来检举。因为他那里面就说你私赖给我，就是看大家都在一直回赖的部分，他认为说这个防疫的期间大家这么忙，那你为什么还要再用私赖在卖东西？对食品到保养品，甚至防疫的物件也拢卖。针对这件代志，民众的意见是无共款。这行为是不对的，当咧上班咱公务人员呢，这一个规范呢，传过在不影响公务的状况，这是 OK 啦。因为现在你知道上班族大家也都没有时间去采购。台南市社会局表示，这个案例是发生伫今年7月份，苏董事就已经做出处分。意思伫公务时间卖物件的社工督导，有有淡的时也讲，只是顺手转发信息，唔是家己买。社会局也已经靠这个督导年度的考绩0.5分。目前调查的结果并没有贩卖东西的一个情势的状况，只有是因为在公务时间其实要从事公务的工作，那做这个所谓的转传讯息，这个是一个比较不恰当的行为，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做惩处。民代是讲，苏董时疫情当咧严重，其他的同事因为防疫无用自治，这位督导煞是对工课无用心，认为处分上轻。不过社会局也强调讲，已经转警方处来彻底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啉手持茶饮料，拢会制造济一解性的塑胶杯仔，真无环保。若北一女的学生囡仔是定看到讲教室的后壁这款无爱的塑胶杯仔，顶甲哪亲像山共款，所以因就透过公民参与式的预算平台，向台北市政府提出减少塑胶的提案，结合实物外送平台，提供会使循环再利用的杯仔，来减少塑胶垃圾。手摕着双款杯，离家去顶头扫 QR code， 刷下来才投入去自助归行站。北一女的学生示范的这套系统是被同学透过公民参与式预算平台，向北市府提案加速减塑的方案，希望协助来解决订饮料制造大量一解性的塑胶杯的问题。使用这款双款杯会当回收再利用，为源头来减废。那这个量真的是非常惊人，很庞大，就是在教室后面都会看到，真的是像一座小山一样。然后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每天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想法变成提案，得到票选支持。北市环保局为此推出双环杯环保外送服务示范计划。
结合外送平台业者甲船权用气的供应业者，目前省伫北一路后园甲捷运站设2个回收机器。北市环保局指出，北一路学生是反映消费行为来改变市场的模式，已经向中央建议应该推动使用循环杯政策，引导业者一步一步实现。循环杯的比例的建制它能够以总使用个数的30%，或者是它门市数量的30%为一个起点，然后之后的话，每一年可以比如增加5%或增加10%外送平台业者表示，安尼做确实会增加成本，但会当达成源头减速的目标。循环容器业者嘛相信，需要搁较侪店头来参加，搁较侪人使用循环杯，才会当达到经济的效益。目前依然需要政府补助支持，期待中央提出政策性的做法，带动循环杯使用的风气。记者王兴中台北报道。镜头来花莲有一个艺术家，伊号做马小元，伊自细汉较避暑，也毋过伊真高画图。伊是利用现场地擦口画图创作，用小的分页展现出700度立体感觉。今年37岁马小元较耐心，替小静伫台湾三马茶顶头画一只伫咧海底游的满布鱼。这个一般画图无同，就要用深浅加无同色水的小粉。表现立体感。慢坡还算是造型比较单纯的，所以就需要3天左右。大型的通常要1周以上，因为这个烙笔也是要给它休息。因为介意动物，所以作品大部分拢是甲鸟啊、鱼有关系。佮再利用台湾山第一位纹路色水。来表达作品想要呈现的水文或者是风，也配合苏林政策。你看纹路非常的漂亮，不是纹路还有色泽，而且我去看说，哦，原来是全世界唯一以台湾为名的这个树叫台湾山，所以呢，我就跟艺术家马小元讨论以后，我们就来做台湾山的创作。马小元自细汉就较点无爱讲话，有自闭的倾向，因为这种个性作品的表现是手路正秀。尤其是小花自构思、拍稿到完成作品，爱真有耐心。这边展出的作品总共18件，欢迎大家到花莲港西边的码头参观。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拖要2冬，民众即马对防疫、对公共卫生是愈来愈重视。其实，这挂观念对日本时代就有啊。即马国立台湾博物馆当地举办防疫文物展览，要展现咱台湾这100冬以来。是安怎对抗无共时期的传染病？未染疫者呢，就走未染疫的分流通道，然后进来之后呢，你首先第一道就是你要经过热水的沐浴。用交通做出热点，解说日本时代海港检疫。虽然迄当阵还未科技化，但是已经有检疫、分流、隔离等等的观念。日本来之后，因为他们国内也饱受传染病之苦，所以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在统治初年马上就有了这样子的制度，然后以及在慢慢的就是开设了医院跟那个医学校，那这样子整个工位才会建立起来。台博馆用展览小解19世纪后期到现代这100多冬来，台湾面对无共时期的流行病是安怎来防疫，嘛用王存符啊等等的物件，呈现传统甲现代冲突之下，人民甲官方是安怎去适应实践，包括推动注意放射等等，拢是每一个时期大大推杀累积的成果。其实人类都是一直在跟这些病毒作战的，优胜劣败。如果我们能够存活下来，基本上基因都非常强大的啊。那在这次部长来讲给我们一些防疫的观念，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除了早期的防疫，对 SARS 到新冠肺炎，政府甲民间安怎压制疫情，组成翠暗国家队等等的展出，嘛，互参观的民众真有感。台博馆表示，展出100冬来防疫历史，甲当咧发生的代志，是希望民众对疫病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知影如何来面对。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气候变迁、地球暖化，减碳即马是真侪国家的目标。交通运输业有袂少大公司，即马嘛当在研究氢燃料的电池啊，要来取代过去的柴油。亲像法国的火车制造商，即马就起全世界头一款火车是氢电车。火车伫驶的过程，敢若会排出水烟，拢无污染。
这台蓝色的列车慢慢驶入车站，迎接第一批乘客。法国火车制造商阿尔斯通的新型轻电车第一遍伫咧路的测试，和法国开始行向轻动力列车的时代。这也是全世界第一种使用氢燃料电池的列车。驶时阵即个来排水，完全拢袂排碳，驶时阵佫袂吵。À hydrogène qui seront testés en 2023-2024, puis qui commenceront à circuler sur nos lignes de façon tout à fait sécuritaire à compter de 2025. 荷兰、奥地利、瑞典也拢已经伫咧测试。德国是向阿尔斯通路订单，按算2022年开始。另外，伫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国际商业车展览会，有俄罗斯家己制造的氢燃料巴士，由当地汽车大厂卡马斯生产，会当在80个人。摄氏正负40度的环境拢会当使用。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робегов и для больших маршрут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загородных, гораздо выгоднее водородный электробус, чем простой электробус. 氢燃料巴士会当驶里程，甲电动车比起来是较远。因按算2022年顶半年准备好势，伫咧莫斯科开始测试，2年了就开始量产启用。按算2030年，莫斯科市政府会将所有柴油的巴士拢换掉，因也上准欧洲甲东南亚的市场。南韩的现代汽车也将氢燃料电池应用伫咧货柜运输甲自动化设备，同时因也宣布2年了会上出新的电池系统，介绍会比之前的燃料电池俗50%。2028年之前，新的车拢会采用氢燃料电池。也那日本的丰田、德国的 BMW 甲宾士，也拢伫咧研发氢燃料电池，增建相关的设施，走向氢能的新时代。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天气报你知，下半部的天气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30度，上悬是3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8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有34度。咱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雄竹，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